来看南投的消息，以外销玻璃片出名的大厂，想不到是伫民间乡。业者表示讲，创立40年来，坚持用天然的这个树龄做这个玻璃片，即嘛积极转型，希望讲就这个台湾脚踏车发展的经验，将因自主品牌这个玻璃片甲修理的技师等等推展到其他国家。 比如说，你看捷安特，有名品牌脚踏车应用的玻璃片是这间工厂制作的，因为工厂伫咧民间乡。业者讲，因做的玻璃片上细片的1公分，上大片的到50公分，包括脚踏车、奥多拜、轿车含客车的材料片拢有，毛做生产线运送大的材料片。这都即将要出货的。哦，我们最主要的市场都是到东南亚、中东还有非洲。 这间制作玻璃片的大厂已经做40档啊，深头啊伫咧太平创立，尾后佮搬到民间。业者强调，因的玻璃片拢是用天然的树龄做的，通过欧美真侪认证，品质拢是一粒一的。上面那白白的那些一颗一颗的，哦，它是我们从泰国买进来的，的天然橡胶原料。 资本是传统产业，不过业者变转型，即马除了玻璃片，嘛希望借用台湾自行车发展的经验，甲家己品牌修理工具、运动用品推出去世界各国。